我 Frankie 1分鐘帶睇西貢區嘅筍盤靚盤。今次要介紹咧一間咧非常之罕有難得嘅，因為喺銀線灣區呢個咁優質嘅地段，而且係樓齡新嘅別墅咧，非常之罕有。而更加嚟講咧，佢係喺區裏邊咧係好罕有，比較係大屋嘅形式嘅，因為佢個實用面積係2981尺，另外加6500幾尺嘅花園，有私家嘅泳池，全獨立屋嘅設計。而背山面到開揚嘅銀線灣同埋牛尾海景啊，景觀真係一流。裏邊嘅間隔咧，我覺得嚟講更加一流。而家咧業主咧係各讓出來啊！有興趣欣賞呢間咁漂亮亦都咁罕有嘅獨立別墅咧，記得聯絡我 Frankie，電話喺度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